根据了解，新的果菜市场目前工程进度已经97%，也有厝顶的实在装修加铺面正在进行，预计9月完工，明年6月试营运。市场黄伟铁商务地农业局甲这位民代陪同前往关心。市场表示，未来果菜市场除了有现代化服务，更有绿建筑加智慧建筑的相邻性，希望成为观光旅游新的焦点。那其实它除了原来可以取代旧厂，面积比旧厂大将近50%以外呢，最重要的它还是兼具许多观光功能、食农教育还有地方创生的功能，所以说可以让我们许多这样子的未来这样一定成为另外一个新的亮点。不管是学校户外教学、校外教学，或者是成为新化地区的一个观光新景点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非常让人家感谢的一个绿建筑的一个概念。新化果菜市场总经费8亿2500万，了后除了有主要的交易场有184个单位，也有先进的污水甲粪扫处理场，以及宽阔停车空间甲动线，将大大摆脱传统果菜市场影响。台湾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